個個都話蓮塘口岸嗰啲雞硬鵝好平、好正、好抵。我依家就喺蓮塘口岸啦，睇下後邊幾多人，幾熱鬧啊！就好似過年趁墟咁啊！跟我過嚟睇下啲雞有幾平先。30蚊兩盒，係咪任揀啊？係啊，任揀。有燒豬，有豬肚，有鵝翼、鵝腎，仲有呢啲手撕雞，30蚊兩盒，40蚊3盒，抵到爛啦，大佬！睇下佢呢啲雞，白切雞、豉油雞、鹽焗雞都係清遠嘅喎。呢個老細佢話咧，有碼可以查得到嘅喎。係啊，隻都帶腳環有二維碼。哦，專長專供㗎。哦，帶有啲腳環嘅。天龍鳳中王。係1號雞苗。聽個名都好犀利喎。廣東省最靚嘅雞種。99蚊一隻係咪啊？係。呢啲燒豬咧？燒肉45蚊一斤啊。45蚊一斤。哇！呢隻燒鵝睇住好好味喎，200幾蚊6斤重，幾抵啊！行咗一圈，發覺沒有最平，只有更平啊！各位街坊，你哋睇完之後係咪想過嚟買翻一圈呢？咁我仲有個好消息話俾大家知，11月12號開始，永通巴士喺尖沙咀嘅中港城、旺角油麻地、沙田希爾頓呢3個站點直達蓮塘口岸，單程車費先30蚊㗎咋，你計埋來回都係60蚊咋，咁得閒一齊嚟蓮塘口岸買佢啦！